筋膜槍亂打唔單止放鬆唔到肌肉，仲好容易出事㗎。最近接連有新聞話用筋膜槍打頸、打腰，接連出事，甚至內臟出血。究竟用筋膜槍安唔安全呢？如果你想用筋膜槍用得安心，就要注意以下呢4大法則。第一，你要識得避開啲危險嘅區域，千祈唔好攞筋膜槍打頸、肺部、肋骨、頭，甚至係腰側邊內臟嘅區域。第二就係要注意時間同埋力度啦。而家好多筋膜槍咧都有 preset， 每一次開嘅時間都唔會超過10分鐘。第三，盡量只係打一啲大厚身嘅肌肉，例如臀部、腿部、手臂呢啲都冇問題。而且最緊要注意唔好打到骨頭就可以啦。最後亦都係最重要嗰一部分，就係如果你打到痛就要停啦。好多時當你肌肉發炎，仲一味攞筋膜槍去打佢，後果可能係越嚟越差。如果大家對筋膜槍仲有啲咩疑問，就歡迎留言同我講，同埋話我知你下次想聽啲咩啦。